講到這，台灣高鐵將發生營運以來上屆嚴重的盲分事故，經過透明搶修，確認是這分道控制機箱電源模組更新了後，頭一屆來出問題。經過修理了後，26透早呢恢復正常，今仔日都是正常發車的。那鐵道局也講呢，這屆是較嚴重的事故，會詳細調查。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也要求這交通部和高鐵後禮拜四呢，愛來到立法院專案報告。經過透明的搶修，高鐵26早起對發車開始恢復正常的運行。高鐵是擱一擺甲旅客會師禮，高鐵擱車頭是準備點心含水，擱是擺寫小可心意表達感謝。有廣播說造成客戶的不便，不好意思這樣子。我昨天有感受到，想說怎麼突然變那麼久，對。那有小點心賠罪，覺得 OK， 還 OK， 對。如果因為列車無法度照班表來駛，延誤超過60分鐘的，會當專業來退錢。在前一天，各車頭攏出現一大堆退票退錢的人。交通部長陳世凱要求高鐵較緊公布鎖定退票的方案。有的是退票50%，有的是全額退票。那退票的過程當中，如果都要臨櫃的話，其實會有蠻多的困擾。退票的機制可以在線上完成的話，對民眾來講會特別的方便。當來看這個事件，高鐵第25透早營運進程，苗栗路段的號誌是出現無正常的狀況，因此甲受影響的區域健康來做系統的定義，同款是無法度完全排除。對迄天的8點開始，採斷點站發車的模式，降為營運，一直到暗時11點半，上尾一幫列車通過，隨進場去搶修。26透早號誌恢復正常，初步研判講是苗栗到台中的路段做號誌系統轉貼器控制機箱電源模組的更新了後，第一擺出現無正常的態樣。鐵道局調查是因為號誌連鎖系統是採各種自主的安全設計，系統佇個無法度確認轉貼器定位信號的時陣，就會改採人工設定和降級運轉的模式。昨天他是用其他的備用班表，你說1個小時3班班次他去跑了，那尖峰會再增加2班，所以大概尖峰間大概5班班次在跑。那當然運量有少一點，高鐵後續會把這次故障的那些零件把它保存，然後去了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鐵道局表示講，過去相關定位信號無正常，大多數攏會佇個班轉測試了排除。這擺無正常是發生佇個早起的尖峰時段，影響區間是佇個苗栗到台中的重要路段，南來北往攏受到影響，延誤的規模真大。鐵道局已經要求高鐵公司愛全面檢討設備的更新和風險的管控。高鐵公司強調已經保存相關設備，接落來含關搶和第三方單位來查原因。記者綜合報道。